我是投靠耶和华的，恁安怎对我讲？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，看恶人顽强，甲钱担伫弦上，要伫暗中射迄个心内正直的人。天气若毁坏，义人还阁会当做啥物呢？耶和华伫圣殿内，耶和华的宝座伫天顶，伊的慧眼查看世人。耶和华试验义人，唯有恶人甲喜爱强暴的人，伊心内愤恶。伊要向恶人密布网罗，有烈火、硫磺、烈风做因杯中的分。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伊喜爱公义，正直人必得见伊的面。